世界万行街，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你敢看过有散车的人吗？你敢知影？即摆有一个新名词，叫做体感散车。啥物叫做体感散车？是啥物物件？讲是勉强通好趁食，逐个月是打。这个名词敢是真正讲散车？也是应该检讨咱的产业结构在国家。咱今日好好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1111人力銀行的公關強雄。各位觀眾朋友、主持人，大家好，大家晚安。第二位，文化大學勞動以及人力資源系教授李建宏。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三位，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峰。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四位，家福基金會社會資源處的處長林秀鳳。是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啦，即所謂咱1點鐘內面攏對這個做起頭，就是勞動部呢出筆要來召開到基本工資的審議委員會。那麼有機會呢，連續8檔攏會調懸到基本的工資。那麼另外有一份人力銀行最新的調查來指出講，國內的上班族有超過90%無滿意家己的薪水，有75%的受訪者來講哦，公司攏無加薪，咱來看覓。中山只有好，個跳不好。今年14歲漢科一畢業就到百貨做銷售人員，平均工時11.5點鐘。迄時陣頭家講有一套抽成比例，結果2年來每個月薪水不過3萬，也無加薪水的機會，只好離職各找頭路。我們業績量根本不夠，那可是就是公司還是會幫你補到你的基本薪資，所以我們基本上都是領最低薪的。一個這個佇電子大廠做檢品員的賺錢是平均一個月薪水2萬8，雖然大會應領到差不多4萬，不過在疫情影響之下，公司已經3年無起薪水，只有用假期到餐廳兼職。目前已經積極到努力準備要轉職。有加薪的話，就是幅度可能也沒有很高。那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就是去找另外額外兼差的機會，這樣。勞動部設備要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有希望連8年調起。進前行政議會也確定軍公教要加薪4%。為了解上班族的薪水現況，人力銀行進行上班族調薪現況調查。結果，國內上班族不滿薪水比重高達90%，創5年新高。75%今年並無加薪。調查閣發現25.5%受訪的人有5年以上無被加薪水。大多數的上班族還是認為說，調高基本薪資對於自己的薪資水準是沒有幫助的，甚至可能壓縮到他們既有的獎金。市場預期加薪之後呢，可能會帶來通膨的效果會更加的明顯。特別注意的是，勞動部進前公布上薪無薪假統計，總共有674間廠商，實施人數總共12388人，其中實施人數上濟是製造業，因為訂單減少，無薪假繼續欠懸。目前有10337人，佔整體企業類別比重超過8%。人力銀行認為，這個總處進前有超全年 GDP 保持無希望。在企業的營運現況甲獲利表現不如預期情形之下，恐驚造成企業實施準則開支，對人事成本的固定開銷更加敏感，自然加薪水意願也會較低。記者綜合報道。觀眾朋友，咱要開始討論進前，要甲觀眾朋友來說明。一開始咱講的體感散車，這個名詞是最近開始咧流行，但是咱用了一個上班族的調查。這較有確實的這個數字吼，那麼究竟這個調查裡面有啥物特點？咱請這個強雄，你來甲咱講。哦，其實哦，這個調查重點呢，就是講因為疫情的關係嘛，過去2、3檔其實大家大環境攏無講介好，想講要賣物件啊，是要安怎？其實有無法度講貨暢其流啦。這個狀況佇咧產業內底，阮看到嘛是。即嘛是科技業講算是有一個榮景，講
讲是有 AI 啊、半导体晶片那些，伊个产业薪资待遇较好是正常的啦。嘿，但是讲你看其他的产业，讲疫情内底上凄惨的餐饮服务业、旅宿业。他们当初的时阵呢，因为疫情的关系，被迫安尼离职啊，无头路，要转行转职。你即马呢，想讲台湾可能后续的观光开放之后，原本业者是想讲，这些劳动人力会回流。但是根据咱的调查结果来讲，其实这些产业的从业人员啦，因即马嘛是惊啦。嘿，第一是想讲无保障、无保障，嘿，第二想讲之后我们的发展要安怎稳定？毕竟大家拢有家己的生活，去拍车惊着，唔敢转去。所以讲，阮产业的薪资的可能平均啊，或者是所得的部分，其实我们也要考虑在里面啦。对，像拄啊看到一个百货公司的小哥做2档薪水无很少突破，袂调领拢领基本工资逐工做安尼12点钟安尼。身体是就辛苦的啦，但是他们少年的这些少年人是愿意做的哦，愿意学的哦，但是大环境的底下，想讲也是无。但是你有看到讲，比如讲因出来讲话这几个少年人，敢是讲真正瘦甲讲无物件通好食，还是讲无厝通好住，敢有？基本上应该是无到这。因敢有感觉讲家己是善车？因敢有家己感觉讲，我是善车人？我个人的看法啦，我是感觉讲，可能是在一些物质上面，我没有那么宽裕，那可能会有一些生活方面，可能如果仔细探究的话，有些可能其实是住家里，所以才可以去领那么低的薪水，还可以负担生活。他可能没有租房子啦，可能吃也吃家里。对，邱小，你嘛少年人，你敢我直接甲你问你敢有感觉你家己善车人？我感觉我活得很用力啦，也很努力。但是你是说，如果是说收入啊什么之类的，对，我是觉得说，像我最近刚好是晋升成有壳一族啦。最近刚跟未婚妻，就是这2年买厝啊，有这个规划。你免讲，你这有通好买厝的。但是我刚刚我生活一些开销啊、支应啊，也是都是全部倒出去了啦。你讲，你嘛是打嘛？打，但是可能讲正正是租房子的房租嘛。我讲一个前提哦，阮先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阮组内面有超过6、7个少年人，大家就讲，真正是安尼，一定要来讨论这，有的爱买厝的，无爱买厝，到底体干善车，就是讲，我讲我就是善车啊，到底这个名词你认为是实际上存在，还是讲某一群人伊家己读到的想法，事实上伊无善车？我感觉是存在的。是存在。有这个代志。安尼我来请教李老师老师，咱实际上其实咱去看讲，咱讲台湾其实迄个善轻的这个线比全世界各国拢足低呢。咱一多用的咱的这个过去咱定下咧讲的，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啊，蒋总统的时代，拢讲咱的这个贫富的这个差距率足低啦咱的小康大家拢均富，这种情形实际上有优大啦但是就人力的这市场来讲，拢服务业拢未成长到底是什么情形？我是讲，咱咧讲，大家讲善家这个名词其实国际标准，咱台湾的政府嘛这个标准就讲善家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咧讲的啦。但是咱考到主持人含这个讲师咧讲的，拢个人为单位咧讲的。就讲今日的主题比如讲应该是讲一个上班族劳工，伊感觉讲伊主观认为讲伊家己的逐个月赚的薪水也是外劳，无法度去真满足伊家己要买的物件的这种需要啦。这是主观的感觉，这应该嘛事实，但是。这不是咱咧国际标准，还是咱咧讲迄个善家啦，如果一直要讲善家，其实为联合国的迄个善家，伊每一年拢有调查。我看讲差不多1.9块美金逐工安尼。
还绝对无可能伫台湾啦。是啊，所以咱咧讲的善家应该是讲国语讲可支配所得无够，钱无够用，嘿，钱无够用啦。应该唔是讲善家啊，但是善家台湾当然嘛有善家的家庭嘛有啊吼。迄个咱法律讲的即个社会就是话讲低收入户还是中低收入户啦。迄就是迄是以家庭为单位在讲的善家吼。啊，咱其实我家己要讲另外一个名词，嘛是国际标准。迄就是咧讲个人的，或者低薪劳工。吼啊，这台语就讲你赚了你的薪水少的劳动者啦吼。啊，低薪劳工吼有国际标准，客观的吼，有一个组织吼是36个拢先进国家组成，或者吼 OECD 咱华裔这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经合会啦，经合会，伊这组织吼，伊20年前伊就定一个标准，讲什么叫做低薪劳工。就是这国家调查出来薪资中位数乘2/3，那比这薪资中位数乘2/3，佮加迄个劳工就做低薪劳工。啊，那用这我当年拢用这标准来看咱台湾的状况。好，我冇算人数。是。那因为这薪资中位数伫台湾，敢若主计总处有公布，伊公布上新的是2021年。2021年吼，我甲算出来。低薪劳工伫迄当阵的月薪或者28000，意思讲伫2021年，你若月金吼，你一个月赚的比28000块较少的，那照这个国际标准，就是低薪劳工啊，你赚的少，啊赚的少，你的可支配所得当然少，啊你就感觉讲你是真无够开，吼，啊遮有偌济人，我当年拢会去算。我要开出最时间去算的，吼，因为我拢用迄个主计总处人力运用调查原始资料去家己去算，我算出来吼，咱2018年，这个低薪劳工人数有1433000人，2019年有这133万1000人，133万1000人，2020年变做131万3000人，131万3000。啊，你减少呢？减少，但我等下较讲。啊，2021年，佮减淡薄，变做130万左右。你看，都袂歹啊！过去这4-5档拢慢慢减少啊，啊，现在减少，我感觉就2个主要原因，就是讲，咱每一年政府拢调工咧调薪，甲迄个基本工资调过，啊，迄对迄个一部分的低薪劳工有帮助。啊，但是伊无法度帮赚到所有的低薪劳工，因为是因为咱28000基本工资够一个差距嘛。啊，基本工资调悬，敢会当互迄个你的薪水本质就是基本工资的劳工有帮助。啊，你的薪水若比迄个基本工资悬几啊千块，但佫比28000较低，你就无帮助啦，吼。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咱的疫情这3档，其实咱的出口的制造业，特别是科技业，出口赚真济，又加薪啦。啊，服务业无加，服务业是疫情的时阵颠倒惨。所以迄平均数有当小可透水的感觉。对。啊，我要去歹势，佮话一分钟。虽然低薪劳工的人数过去这4-5档慢慢减少，但是我有较去算，那用迄个年龄分析吼。这4-5档29岁以下的少年的低薪青年，的比例拢共款，拢是34%至35%。遮济哦！所有的年龄层就是30岁以下的等于100个低薪劳工，30岁以下的低薪青年是比例上悬的啊。啊，偌济人爱差不多44万至45万的低薪青年。伊拢山高咧，对，所以我认为讲咱台湾咧讲的这个低薪劳工，确实有超130万人。啊，这有限制个社会救助法内面来救助的人，拢救助袂到，除非因兜是善家家庭。还是少数啊，还是少数啊。我相信有啊，但是少数啦，因为咱台湾迄个社会救助法讲的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的家庭。含迄个人数无真济啊，超过60万嘛，吼。啊，所以你来看130万的低薪劳工，
啊，咱的低收含中低收入户的人数啊60万，60万加起来无到200万。对，所以伊有可能一部分的低薪劳工因兜住产假家庭，但是相对多数因兜毋是产假家庭，你也无政府的补助，所以对考到江先讲，啊，阮兜毋是无领政府的补助，毋是低收入户中低收啊，但是我感觉我赚的就是无够开啊。我是歹势讲，我嘛是共款啦。歹势讲啊，伤这。别，我要请教蔡老师哦。他早李老师有讲到，讲当年有咧调悬这个最低的工资啦。到底这个调这个最低的工资，吼，一般来讲调最低的工资，或者是公务人员加薪哦，拢会带动到碰撞，吼，甚至不给个起。啊，他早李老师也讲。帮助是有啦，是拄啊迄个线的，拄啊帮助你哦，搬过即个围墙。但是对着搁较悬的，但是拄啊好踮遐咧无收的，是无法度帮助啥物。这啥物情形在经济原理，还是讲要施政的人爱注重啥物？我会感觉讲调整即个基本工资吼，当然你对着整个社会绝对是有正面的帮助。当然啦。安怎讲是有正面的帮助？对啊。李老师讲到讲，调基本工资的话，就那像咱真侪即个观众朋友拢会讲，啊，调基本工资对我啊，袂互我薪水真悬啊。但是我嘛，这大家吼，你当然你也看一档，可能对你的薪水袂有帮助。但是你若是伫4当前，咧读即个大学的即个大学生，你4当后毕业啊，请问调基本工资会对你有帮助无？坦白讲，伫即4当来，还是讲伫蔡总统执政即7当外来。基本工资对2万通块调到即2万6千几块，加即6000块出来，对你的毕业的薪水哪会无增加？过去咱会甲听到即个22K， 即马你敢会甲听到22K 无啊嘛？所以对讲调即个基本工资，第一点就是讲，你若时间累积落来，当然对咱真侪少年朋友会有帮助。第二点就是讲，基本工资安尼提悬吼，当然第一个受到帮助一定是本来就领基本工资的这个人。但是第二个受到帮助的，拄则咱伫影片当中看到咱一寡伫即个百货公司咧就业的这个少年囡仔，我本来是可能会当领2万6，即摆变领2万8。啊，本来其他的企业可能会请2万8尔，因为基本工资甲起起来，伊变数爱参人抢人，逼伊就爱抢人，逼伊爱变成28500也好，29000。还是3万块也好，伊总是爱调悬即个薪水。当然啦，那你一个月若领5万块的人，你调基本工资当然对你就无差。所以就是讲，你即个石头若弹落吼，伫去互石头弹落，即个最中心的即个水的部分吼，会特别明显啦。啊，若愈外口吼，愈外围吼，你会愈来愈无感觉。但是咧，伫遮百货公司。其他所在咧做服务业的这个人，也是领基本工资的这个人，伊本来你若无调基本工资的话，你咧食便当吼，就欠长内多。你咧硬自助餐的时阵，你就逐当就想讲，你就硬一条卤卵即摆嘛足贵的啦吼，啊用一撮肉色饭，安尼就好啊。啊你即摆调基本，你浇导游咯，用基本工资了，你就会当加减仔讲，看会当硬一撮仔菜，啊莫硬即个高丽菜最近较贵。哦，所以我是感觉讲，调这个基本工资，当然嘛是对咱这个社会一定有正面的帮助。啊，主持人拄则讲到讲，啥物叫做体感的产假吼？你若讲到产假，绝对是有。啊，体感的产假毋是有尔，会足济，因为你讲的是体感，就若像咱伫冷气房内底。老师拢穿短的，我永远穿短的，我永远嘛感觉讲，哦，你的冷气那拢是咧欠钱吼，参台北的这份小工。啊，但是咧，对恁来讲，你穿啊济，我就已经感觉足惯。所以体感是一定会做，因为迄是因每一个人的感觉，无毋对，这无啥物定义的。所以若有特定的即个媒体吼，特别咧讲啥物叫做体感的产假吼，我是感觉讲这是调故意咧造成一寡社会无必要的困扰啦吼。老师，若是安尼讲，他延续李老师所讲的，种这个产经线吼，差不多2万8，吼。啊，那咱规期来一摆的最悬讲有头最悬的最低工资，规期调到2万8，敢会使安尼？这个物件吼，当然，这是李老师拄则伊讲来用国际做一个算法，算出来是2万8吼。啊，确实讲这若是一个事实是2万8吼。
大家一定会讲啊，无就甲基本工资调到2万8嘛，大家一定安尼讲嘛。但是你爱看过去的政府有安尼调无？过去的政府若无爱调，你若伫这5档内，伫这3档内，一届要甲扭到，你想会安怎？厂商一定会站袂调啊，一定会错起来啊。啊，你选票就无啊？我感觉这参选票无关系，上关键的是你要调工资的时阵，其实爱互劳工也好，爱互企业也好，拢有法度去适应去生存。你袂当调伤慢，你嘛袂当调伤紧，所以这是安怎讲，两边拢爱做落来，好好讨论上重要的原因。是，我想互你还是补充一下，是。你讲，刚主持人问这个真趣味，你讲。伊个这薪资中位数吼，每一年那照咱的主计总处的调查，每一年拢会小可增加，拢会小可未顶管增加。好，所以你基本工资未顶管增加，啊伊薪资中位数嘛增加，所以低薪劳工的标准嘛增加，所以这永远拢有一个差距。这袂对啦。嘿，啊，对，只讲这几年，因为咱的政府甲基本工资每一年拢调管，所以。这两个好低薪劳工的标准和基本工资标准其实差距在缩小，慢慢缩小。好，所以应该无多讲吼，就主持人安尼讲一概调去基本低薪劳工。像咱即摆是26400块，对，马仔佫要调啦。对。我相信嘛，应该调袂到28000吧。应该无多。应该无多。啊，但我讲哦，我考讲的是2021年哦。啊，若到年底主计总处佮公布的薪资中位数，就是去年2020年，啊，一定比28000佮较悬一点嘛。嘿，每一年拢会悬。是，蔡老师。我拄则迄个李老师讲到即个产假线吼，其实即个所谓讲低薪，参你的产假线，我感觉这是两件代志啦。是啦，系啦，所以其实观众朋友啦，看到安尼的一寡说明的时阵。其实大家想法嘛，讲你是真正有产假无？嘿，啊，你是薪水低，啊，薪水低当然有一点啊原因，可能是咱家己低咯。吼，讲啊白就是讲无遐厉害啦。啊，第二点就是讲，即你去对调即个厂商，毋是真好的厂商，啊是讲即个厂商其实嘛足好的，但是伊对调的产业就是毋对嘛，吼，毋是一个主流，拢有可能会造成这样原因啦。所以人讲选择比努力较重要安尼，常人安尼讲。两个拢足重要。选产业上重要啊，选产业上重要。对。但是我要来请教就处长吼，在恁的即个认知，因为恁有足侪的 case 嘛吼，恁认知是真正散车的即个情形是啥物情形？是完全不多。今仔日食完马仔会下一顿，毋知伫倒位。咱台湾还有种人吗？或者是讲，伊是到底是啥物情形？是因既然人因咧讲体感嘛，咱嘛来讲实际的情形，到底啥物叫做善车？是讲到善车，其实我上感觉，不是我贫穷，是我服务的家庭都是因为经济困难，所以来到家户接受帮助。是。那刚注意讲，有没有人善甲宝通啊问食哦？这个问题最近有人甲我问，讲台湾敢有人饥饿吼，善甲无通啊食吼？目前对我接受其实是饥饿无通啊食，目前是看较无，但是营养不均、营养不平均，这个问题还蛮严重，不离严重。譬如讲，咱以前讲善车囡仔爱瘦干扁，迄个是无钱人善车人囡仔样子，可是要看囡仔看拢肥肥。吼，特苦，为什么呢？因为伊伫选食物时阵，伊要选食会饱优先，吃饱食会饱。吼，啊像咱若经济较好人会选食鱼啊、肉，营养价值较悬的，但是迄个贵啊。哦，啊，对我帮助家庭生吃不到够饱较要紧，所以面食、水饺啊、饭淀粉类是他主要的选择。啊，对阮的帮助的家庭。我摆去做个统计，我有7成的家庭，每一个月的收入低于2万5、25000块。你看一个妈妈带一个囡仔，带2个囡仔，带3个囡仔，25000块是要安怎生活？是要安怎生活？那拄仔你讲贫穷线、贫穷率，因为台湾对这个贫穷的概定还没有那么的就是精准呐。比如说，今仔日。我妈妈带2个囡仔离开迄个家庭，伊有一间厝，伊就袂当申请低收入户，
政府的补助、护理补助都袂来。因为山顶买了一间汉，这地袂老不生草的地方，它也算是它的不动产。对，比如说今天我跟阮翁婿离婚，可是离婚协议书上讲，我一个月要你1万块的生活费，虚拟的1万块，可实际上都没有拿到。可是伊嘛算是也收入，比如说阮2个协议离婚，讲我一个月要你1万块的囡仔教育补助费，迄你嘛算我的收入。所以你台湾要申请低收入的门槛，其实有一点严谨，对实际生活困苦的家庭，其实是很多的限制。所以，家父这个时阵就发挥阮的功能，在政府的补助，申请袂到因的护理的家庭来加付，所以我们真侪边缘户。边缘户就是讲，伊有一点点收入，但是伊达不到低收入户或是中低收入户的标准，可是他真的是很辛苦，因为有这个补助甲无这个补助差就侪。比如说，伊若补助每一个月拢有生活补助费，囡仔读册有学杂费补助，读大学唔免注册费。可是边缘户我过了那个一点点门槛，可这个东西都没有。尤其即马9月份，囡仔开始读册，是头毛会收咧。这真正这个 case 内面上凄惨的，我毋是讲调讲要媒体要来，特别要来，是互大家会当理解讲，咱台湾上凄惨的这 case， 在处长恁所帮赞的有啥物情形？还是讲这个边缘户这边缘户那无够，譬如讲，头早你讲的这个 case， 伊就无法度请啊，伊无法度请，你要安怎甲斗相共？我来讲一个例子，我有一间我是伫一个，我就是要募款去街头义卖。我就跟我大学生伊跟伊考到大学，他念大学，就我们一起去义卖。碰到一个记者讲，你两来徛做伙？我讲你来捌你？我问讲记者来捌你？伊讲有啊，伊伫学校今年考到大学，考到袂歹，考到国立，咱个放榜啊，记者拢采访，他就是被采访对象。伊讲你敢知影伊高中3年拢无食中昼饭。高中还咱无食中昼饭，我说我不知影嘞但是我们一直义卖然后一开始讲阵，记者还是讲，我的囡仔一直流吧，一直那个眼泪跟他像水稻头一直流。伊讲伊爸爸去菲律宾经商，后来失败回不来，甲伊4个囡仔带转来台湾，甲伊讲你要转台湾学台语会记你是台湾人然后爸爸就再也没出现的，就把4个孩子丢给阿公阿妈照顾。那孩子跟我讲说，他到念大学跟我讲说，我一直没有办法想透，一跟爸爸做这个代志，而且他就过不去这件事情。那因为突然把4个囡仔带给阿公阿妈，阿公阿妈也没有收入啊，我堂哥还可以安养天年，还要照4个小孩，这4个小孩就睡一个房间，就一张床，2个人困面床底，这个弟弟2个困涂骹，就这样子。然后伊无食中昼，拢无食中昼饭，因为伊早起起来阿嬷煮糜煮较济就赶快吃一次来上学。中午没有钱吃饭，同学们讲，你若无食中昼饭，无食这便当，伊讲我食袂落，我就喝开水，吞口水就可以过了。晚上回家，阿嬷会督促一点，就吃点阿嬷的，就吃阿嬷的。但过3年。这咱的家父中心拢无法度介入，还是讲伊理事长无法度来帮咱。后来是因为这个 case 上报了，学校转介，他说有一天过年伊要去学读册，那时候要考高中要考大学，他要回家的时候，他想怎么办？他走去老师家里，说老师你借我1000块，我买点年夜菜。他跟我讲这句话，我就觉得真的是好心疼。这个孩子呢，就晚上去夜市洗碗。伊其实高中毕业时，阿嬷讲你别读册，唔好读啊，因为我无能力互你读册。伊讲阿嬷你拜托你我读册，因为他读得还不错。我可以洗碗，我可以做童工，那时候还没有成年，我就养我自己。他老2是2姐，2姐说你们念书，我休学，就是国中毕业我就不读了，我去工作，我养你们3个。其实养不起啦，一个国中生毕业养3哥哥，一个姐姐2个弟弟，他只能帮他缴一点健保费，缴一点这些零用钱，然后给2个弟弟一点零用钱。这个40个小孩，我记得我有一次过年，我就带他们去吃饭，可以带一个假崩。
那弟弟小弟弟他说，老师，我现在是要讲这家人聚会哦，因为他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回来过，他的成长过程，我说可以，好，有的也脸书下讲，这是家人聚会是真的哦。我自己看我就觉得很难过，这孩子没有人照顾他们。还好，我觉得还好，家福那时候就接住他们，我就跟他说那时候在聊天，我说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哈，家福给你靠，哈，啊，今嘛你就是好好读册。那我觉得我还就算这老大、老二、老大跟老三都有完成大学学业，啊，老二你讲哎，妹妹也很羡慕我们可以念大学，就跟妹妹重拾课本，家福帮助她。后来说可能回不去了，因为荒废太久了。我觉得这个孩子后来就是有因为家福帮助，那时候我也因在关系，我透过特别的资源给他们，因为他们其实在台湾没有爸爸妈妈，因为每当申请助学贷款，啊，嘿，连办手机啊，因为未成年连办手机都不使办手机啊，哇，好，连迄个银行账户家福给他钱，要给他奖学金，透过支票，他也不能领，好，即使他没有身份，我说我讲你要给恁。people 爸爸妈妈失踪哦，这样你就可以得到这些福利。你跟可是我知道我爸爸妈妈还在菲律宾，我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孩子这样苦到大。我觉得就是家福进这块的家庭的这种案例，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其实，所以真正贫穷，我常常看到这些人真的是很贫穷。然后孩子要打工，好，孩子要维持自己生活，孩子是要照顾大人，孩子要照顾大人。这是拄到恁。哦，有的去无互恁拄到的。我觉得家福就是补这个政府资源不足，比如说他们低收入户或是边缘户，一照顾袂到的部分，家福来协助。其实很多社会。那照安尼讲吼，处长我歹势，我甲你打断吼。我问你，那如果是这种体感散车的，恁可能你在恁的看法是啥物？就我的服务的这样的。个案其实真的是贫穷，真的是贫穷。他们其实是，不至于三餐不继，但是这样的个案常常会在我家福里面出现。对，出现。那有一块是我觉得家庭结构问题啦，家庭一个就是比如家里就是有重病的人，健康议题哈，就是破杯啦哈。酒瘾呐、药瘾呐、长期卧病、重病、精神疾病，这种形态在我的服务范围里面也有。那这样的家庭其实负担是很重的，负担是很重的。他们改变贫穷其实也很难，孩子再怎么努力，他就陷在这里。就家里一家都是身心障碍，就一个正常，我都想这个孩子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幸运的他是可以正常生活、工作、读书、赚钱、交朋友，可是不幸是他的负担是我们看不见的。他要结婚，伊买烦恼，讲我后边，我爸爸、我妈妈、我弟弟，对方会接受不？他有很多的压力。其实这一块是大家比较看不见，那个心理内在的，就觉得这个人还好，你是正常的。其实我觉得还好，正常也是很多压力的。咱小咱翻头再来请教处长吼。这社会救助法，尤其真侪物件，我都申请要安怎来修改。我现在要来请教就强雄吼，恁接触这少年人上班族吼，即敢有即个区域的差异？比如讲台中，还是科学园区，还是讲台北市？因为阮看起来真侪拢是服务业呢。吼，咱最近真红的即个山道狗啊，哦，山道猴子，吼，伊个便利超商咧拍工，吼。啊，一讲，但是伊嘛想要请赢，社会即个社交媒体伊也想要请赢嘛，伊嘛正常的欲望嘛，想要交女朋友嘛，安怎？即种物件，你感觉区域的差异，还是讲背景的差异，还是讲像头先处长讲即个家庭的差异嘛真大？我感觉除了背景的差异甲家庭之外，之外啦，家己的选择嘛最重要的啦，因为讲在这些弱势的家庭或弱势的民众里面，我们刚有一个较完整或全面的一个辅导的方式。那包含像主持人刚对我讲的山道的骑车的故事，我嘛有看啦嘛，是足好笑。但是讲内底问题就是讲你少年人的价值观啦偏差啊，有人家己导正无啊？想讲处长接触的家庭呢，小孩子拢足懂事的，足好想的，但是你讲体感贫穷啊，
这个3道猴子可能有体感贫穷，但是可能我们这些弱势的小孩是真的是过不下去，很辛苦了。对，那这样的一个比较基准，其实在各位来宾谈论当中就会知道说有这个落差啦。对，所以一个完善的制度，或者是刚刚主持人提到说区域或产业的差异，但台湾就那么丁点大而已啦。我想说区域的落差应该不是到太大。这说来就讲到这产业结构，我要请教到李老师吼，你甲看这个劳工的薪水的差异，即卖是你也讲到讲科技业，吼，因为这几档啊这个袂歹，吼啊，所以加薪赚较济，但是这从业的人口是偌济？啊，一般这服务业的从业的人口是偌济？啊，我即马知的是真侪人哦，拢咧兼差，拢咧斜杠啦，拢兼差啦，哦。有当时一只车吼啊，伊后面咧壳啊吼啊有粉红色的，啊有绿色的，啊嘛有柑仔色的。我讲你哪会遮济？我讲我有时间就通我走啊，有会就来啊，拉木啦啥，统统来。那真济这种情形，这种官方的统计内面，敢有通列入，还是讲看无？是。我讲过的数字就会当说明，就讲咱全台湾的这个劳动市场的这个就业人口的结构，其实拢真稳定啦吼。这10几年拢真稳定，就讲差不多60%的这个工作者，伊是伫咧服务业的部门，服务业啊，尤其是这个伫咧这个像餐饮住宿业啦吼，批发零售业啦吼，这是就业人口上侪啦吼啊。但是啊，若是讲到这个少年人，尤其伊拄毕业的少年人吼，这劳动部每一年拢有去统计，就讲拄毕业的少年人吼，伊去啥物款的产业部门做工课上济，差不多7%2至7%5的毕业生啊，入去个服务业的部门，比头拄讲的整体60%加1%5%。这代表啥？就讲，咱的少年人伊拄毕业的时阵吼，伊较介意去服务业，尤其是甲我讲，少年人拄毕业去啥物款服务业的工作者人口上济，第一就是这住宿批发零售业，吼啊，第二就是住宿餐饮业，吼啊就讲啊，但这行业这服务业吼，毋是讲无好，但问题伊的薪水就相对较低，所以。伫我家己的分析吼，我靠，毋是讲差不多130万，130万吼，低薪劳工内面，差不多34%至35%是30岁以下的低薪青年。啊，这低薪青年，我有算伊的，看伊的迄个伫啥物款产业做工课哦，上济共款，上济低薪青年第一济就是伫这批发零售业。第二个就是餐饮住宿业，好，啊，过来就是迄个物流业啦，吼，物流业，吼，就啊，就讲啊，这3个服务业吼，占这个低薪青年的比例吼，已经超过4%啊。哦，嘿，啊，第4低薪青年第4个这个行业就是制造业，啊，制造业吼比较济是咱咧讲的迄个传统产业啦。科技业较少，因为科技业我跟你们较深。因为科技业，制造业传统制造业以一寡作业员，薪水也无管，所以这是我。啊，这4%正常吗？这制造业的低薪？无，我讲是迄3种的服务业。服务业。低薪青年，去伫这3种的服务业做工课，超4%5以上啊。啊，制造业伫传产的制造业，低薪青年比例其实超1%5呢。哦，你这正常啦，这算正常的1%5，所以主要是伫遐服务业啦。这我就要还请。我上尾就讲，我伫上课嘛，伫问我的学生讲，你若毕业以后，你要去服务业，还是去制造业？吼，我来讲，差不多一班超过50个学生吼。48个至49个拢讲我要服务业，要制造业吼，然后1、2个啦。啊，若佮加一个选项，科技业可能加4、5个安尼。这代表啥？就讲咱台湾的少年囡仔吼，伊的观念，伊咧选工课的观念，
伊讲服务业较好。啊，其实迄项事实是无共。咱几十年来吼，工业部门就包括制造业嘛、科技业，工业部门的这平均薪资长期拢是比服务业部门悬啦。这我就要请问这个蔡老师吼，第一，真济少年囡仔其实伊读的科系，无迄个手摇影戏啊，吼，嘛无迄个7-11戏啊，吼，嘛无收钱的这个戏啊，啊，大家要做去服务业，啊，而且这产业结构，我家己的直觉啊，就这产业结构内面，伊看无其他的物件啦，也是讲这是咱过去咱整个，比如讲对顶世纪的80年代，整个产业刷去到这个大陆，或者是讲移出台湾境外所产生的这产业结果，啊，另外还佫大学生多，还是安怎？老师呢？主持人问这个问题，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啦。吼，当然过去台湾伫这个产业的升级，还是讲需要升级的迄个同时，拄啊咱对着中国开放，啊还是讲中国开始开放，所以真侪产业拢开始刷出去。啊，刷出去以后，当然新的就业就会慢慢啊无严嘛。啊，这就对咱台湾会造成一寡伤害。但是我感觉拄则李老师嘛有讲到讲有即个薪水较低吼，即个特殊的即个三个行业，其实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你的物件有特殊无啦？你咧煮食的，吼，你咧做服务的，你的物件有较特殊无？其实伫服务业内底嘛是有足贵啊，律师、会计师，这嘛是服务业啊。啊，你若要讲即个薪水较低，你若做一般的煮食，当然你若一般的路边摊，嘛有做啊足好的，啊嘛有做啊足无好的啊。所以我感觉这有一个这爱分足侪面向去看啊。第一点就是讲，拄则嘛有讲到教育部分，我感觉就是讲真侪人吼会想要，咱真侪少年朋友吼，咱若咧读册的时阵，咱拢会想讲，即个学分会较好杀无？我也要甲咱的观众朋友讲，你若有少年囡仔吼、少年朋友咧读册，学分愈好杀吼，代表你受到训练吼，通常是愈无够的。啊，你若读即个系，你会当毋免开伤侪时间，你会当摕到你的学费，即个学位的价值性，通常嘛毋是真悬。我毋敢讲所有的拢安尼，但是100%我看80%、90%以上应该是拢有即个现象。因为大家去想看觅，过去咱台湾真侪即个袂歹的即个科技的即个专科的学校，因咧转型的时阵，拢有一个系绝对拢会存在，啊，做餐饮的管理。啊，台湾是有遐侪餐饮的管理，互你去管理嘛？真侪大学嘛拢有企业管理系，但是大家人听到管理，就感觉讲哦，那就足好，但拢做啥物读？但是真侪管理的即个科系，迄训练有当时是毋是遐有够的？啊无你要证明着看，咱台湾有真侪即个企业有真正管理啊足好的无？啊，你训练遐侪人出来，根本就无遐侪企业，还是遐侪会出口会当互因去找头路。这嘛是教育的分啊，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大家拢因为需求少嘛，啊供给济嘛，啊所以大家就变成讲凊彩买啊，就当乌白吹，有头路就好啊，啊有头路就好啊，啊即个头路我来做，参你处长来做。参你李老师来做，拢相共，啊，咱的薪水自然就会无悬，咱就会发生即个低薪的即个现象。啊，通常即个企业有真侪，因为伊要进入市场，即个障碍其实毋是真悬的。就若像我要来做煮食，虽然讲伊也有一寡吼咧煮食即个执照，但是即个执照其实相对伊的考试嘛毋是真困难，上无卫生安全安尼就好。啊，所以大家拢入来的时阵，迄利润本来就无悬嘛，啊利润嘛无悬，啊大家拢有法度做，伊的利润无悬，伊会当请会去你的薪水当然嘛无悬啊，所以就变成一种恶性的即个循环啦。吼啊，所以我想伫最近咱会当看到讲，当然有一寡科技业开始起来，即个科技业起来，其实咱嘛是讲，伊会当创一寡。较关心的即个头路，会当带动一寡即周边即个服务业吼，伊嘛会当有较好的服务业会当入来，看会当慢慢啊来改变吼整个台湾吼即个服务业吼较低薪的即个现象啦。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讲，服务业的比例无一定爱调低，而且是还是讲调低
自然伊产业的竞争会更较强啊，所以可能薪资会更调整，还是讲供应的这能力，通好来大家来主动，莫去找这个服务业的竞争。其实这个比例吼，无一定讲一定爱偌济比例，政府袂当去设这个比例，但是过去大家拢会听到一个大家一个讲法，就是讲啊，我这个制造业要刷出去啊，所以咱来发展服务业。不管是台湾，不管是中国，拢捌画过安尼口号。但是你一个国家若无制造业，你就袂有就业，袂有就业，啊，你设遐济服务业，你要服务啥？你要请做济，你要对啊，你要请上来互你服务，啊，无人互你服务，啊，伤济服务业的结果，就是大家拢无利润，啊，价薪就会甲出来。所以我会感觉讲，一个国家若要爱有一个好的、较好的即个整个的即个就业吼的结构的话，必须要制造业也好，服务业也好，啊，每一种产业拢有啦。啊，你要讲啥物比例，这就互市场去发展。吼，啊，你袂当讲干那有一种产业。伫安尼情形下，其实对着一个国家是非常危险的。是，但是咱上无爱甲社会基本的，今日邀请就处长来就是安尼。咱上无爱甲社会这60万方啊顶头啊，还有这边缘的人啊，做甲讲起码的这个公平甲正义啦，吼。所以我就要请处长来讲，你基本上你来主张讲，这社会救助法，吼。应该基本爱修正什么物件？哦，我相信刚咱都老师在讲啊，其实咱伫台湾生活哈，基本上就是物价通膨，这个通膨对经济无好的家庭是雪上加霜。好，我们那个通膨，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服务的家庭，因为支出里面吃的这一块是占最多。比如各位可能有买名牌衣服、名牌包的消费，可是对我的辅助家庭、那经济弱势的家庭，家是上重要的，也是上大的基础。但是这几年的通膨对他们讲是影响反而更大。那刚刚在讲到说，其实台湾的低收入户啊，或是中低收入户这些贫户的申请标准，其实不是能落实的那么好。就是很多刚刚讲很多主客观条件都影响他去申请这个福利身份的影响，所以真正有些需要被照顾到的反而被忽略掉。然后但是这部分当然就是很多社福团体也在来包这个不足，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最近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状况，让这些家庭真的是越来越不好。就刚刚我都讲，我们的家庭真的是家庭结构问题哦，疾病啊、健康啊、贫病啊、家庭关系，这个部分，只要给你转换改变贫穷，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你是讲爱读大学啊，有些人一再讲啊，读大学教育就是脱贫的金卡，我现在都不敢这样说。读大学不见得可以赚大钱哦。读大学不见得就可以改变他的家庭脱离贫穷。其实我的囡仔哦，特别是我那个主持人讲说，啊，拢去 7哈去到，其实我的囡仔打工的很多，我必须说这是因的生活限制，他必须打工来增加维持他的生活条件，因为家里给他的就是有限，他必须靠这样的增加他的生活条件。比如我有囡仔暗时打夜班，白天要上课嘛，暗时他读这个去做大夜班，做上班就比较吃饭的时候，一直工作，所以现在拍歹，就跟委出会拍歹。吼，某囡仔吼打工，大家期末考在下背不起来，吼，我学期末了也没有。老师说你一定要来考试，你比方是无来，我知你家庭困苦，所以你爱趁钱吼，上大夜班，考试两个来考，偏偏一个背不起来，就中错了哦。就是这种状况会有，但是你说孩子不要打工。可是没有打工，他钱从哪里来？那我们家父给的补助也希望说他尽量减少打工机会，读书就要累积自己的能力，专心啦哈。就是给你补助助学金哈，就是希望你少打一点工，然后累积你的能力哦。你拿到大学文凭一张纸，只是学历证明，可是不能代表你的能力跟学历哦。所以你当然要出社会，你还是他妈几把刷子才有办法被用。所以家父的孩子为什么少年的时候贫穷？因为家里的结构问题。
然后等到就业还是贫穷，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有像刚说我可以走科技业，我的英文很好，我的什么很好，他就必须走那些还是比较薪资看你们会有家庭，他工作贫穷就越忙越穷，所以家福其实在我们的服务住家庭里面有12%，1乘2是贫穷世袭。好，伊就是越忙，然后越穷，所以贫穷。妈妈是家户的低收入户，可能小孩长大也是我的低收入，都是觉得贫穷世袭，就是循环贫穷循环，大概有1乘2，在我们就是慢慢有增加的趋势。是，所以就是这个当然是结构跟社会环境的问题啊，因为工资这个没有办法稳额让消费，所以其实对弱势家庭来讲，可是。也期望说政府能够挹注更多的教育资源、救助资源，让这些低收入户或是弱势家庭有较侪条件来改变伊的家庭。好，安尼我翻头来问吼，上后尾才有5分钟的时间，我想请蔡老师吼，咱即摆咧讲啊，其实拢免讲着讲啊，有能力有法度，就是中的人吼，咱应该要安怎互伊脱离这种想法，讲我实在是体感散车这种物件，但是这真主观嘛吼。到底一个政府应该爱如何，还是讲免插伊，如何来降低伊的体感散车？我感觉政府若要去降低这种，大家感觉讲，我是无啥认同啥物啊，做体感散车啦吼。但是我知影主持人意思是讲，要安怎互大家感觉讲啊，我伫即个产业吼，咱就较无机会。啊，永远无法度领到较悬的薪水。而我感觉对着政府来讲，其实伊一当吼投入伫即个帮助这企业的资源，其实真济啦。我感觉有一个上基本的就是讲，咱若要对着这中小企业的话吼，因为咱有真济薪水较低的这少年朋友，伊反正拢伫咱所有的中小企业，但是毋是即个中型的企业，咱真济中型的一个企业，嘛是中小企业，但是伊是已经足趁钱的中小企业。但是咱真正关心的是一寡真正小型的这个企业，政府来当甲这个中小企业的资源怎啊甲切落开？意思来讲，啊，你中型的本来我有1000亿，中型我就互你300亿，啊，我这真正小的企业我互你700亿。哦，对伊来讲这700亿对着这个小型的这个企业，也是咱讲的讲，会当讲伫咱这个一寡砖头，拢有创造就业的这个小型的这个咧趁食人吼，会帮助是偌大呢？啊，你也会当慢慢啊，伫真内底，你莫讲一开始你也会当救着1成，救着5%，你慢慢啊，甲一寡企业慢慢互伊转型起来，伊会当创造一寡利润，会当有较好的就业的机会，伊对着咱真侪人都有足好的即个帮助，啊，嘛会当对着一寡地方的少年囡仔，会当互因看到一寡愿望。我感觉这是咱政府吼。小共的资源，但是你资源的分配吼，你手小可配一个了，你就当救足侪企业，嘛会当救足侪人。是李老师，我感觉分对象啊，就讲，那总讲你是拄啊毕业要找头路，抑阁是句，你要先选择吼产业，较阁选择迄个产业的较好的企业，因为这无共款的产业吼，伊的薪水、伊的劳动条件、福利拢。无共啦，选择比努力较重要。对啊，问题就讲咱台湾的学生，伊可能到毕业，伊拢无咧想这个问题，吼，伊嘛无去要找头路时，嘛无去大学的时候，嘛无选迄个较好杀的学府嘛无去了解讲啊，倒一个产业吼，伊的薪水、伊的劳动条件、福利安怎，无咧了解啦。伊就讲啊，有就先去做看嘛，啊，这第二我讲是拄啊毕业。啊！你若算讲毕业已经1、2档、2、3档啊，你跟我讲，这看我新闻讲啊，你少年人讲啊，我已经做几啊年，啊，那拢薪水无啥起，啊，这时我就讲，你要勇敢，赶紧跳出来啊！啊，你会当你会当去迄个去政府去找引起网站顶头，去参加训练啊，吼，参加训练啊，迄个产业的迄个技术，先去透过训练去学起来，吼啊，第二。你嘛会当先去找专家吼，去做迄个职涯咨询嘛，了解你到底吼倒一个产业对你是较适合，啊，迄倒一个产业伊的薪水、伊的劳动福利是较好的。讲起来是爱积极啦吼。对，啊，你唔通讲啊，伫遐开始讲啊，我拢不爱换，吼，啊，拢屈伫遮，啊，然后开始怨天怨地，吼，
啊，当然有第三种吼，我嘛感觉爱慎重，讲真侪人讲，我卖换产业，卖换头路，但是我用下班时间真拍拼，去走什么外吼，趁外乐，吼啊，看起来真拍拼，但是问题是你无累积，你无进步啦。你用你的上，你卡利亚拢无进步。嘿，你啊为长远来讲吼，你第一期你可能赚较济，但为长远来讲，你是无累积的，无正点的啦，吼。是，强叔，请讲。嘿，我感觉这个问题就是像各位老师讲的啦，就是分对象嘛，嘛是分不同的背景和环境，但是这也是在大环境之下，那不然为什么？都不好，不然为什么产业的流动率会那么高，人力银行的生意会那么的兴盛？就是大家还是要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个途径啦。对，所以选择真的。好啊，理解好啊，选择。哎，好啊，选择。